各位親愛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叻媽，歡迎返嚟叻媽教室。上集我哋了解咗朗豐丸嘅基本資料同埋優勢，今日我哋繼續全面分析。叻媽嘅宗旨係唔會一味唱好，所有潛在問題我都要同大家攤開喺台面講清楚，等大家可以大眼識流。而家我哋必須要潑冷水，直面現實，講購買朗豐丸嘅挑戰。第一個挑戰，交通隔涉，依賴接駁，時間成本係硬傷。呢個係朗豐丸目前被談論最多，亦係最需要大家親身感受嘅痛點。佢雖然喺元朗，但並唔係鐵路上蓋。實測顯示，經朗屏村天橋步行至港鐵朗屏站 B 出口，需要約15分鐘；去元朗市中心，即係元朗廣場，更要20分鐘。對比返工要爭分奪秒嘅上班族，呢段路日曬雨淋下係一個幾大嘅消耗。公共交通主要依靠朗屏商場嘅巴士總站，有去青衣、觀塘、上水等路線。但報道亦指出，路線選擇整體有限，非繁忙時段班次更少。居民日常出行好大程度要依賴接駁巴士，比如 K66去朗屏站再轉港鐵。交通呢一關，大家必須問自己：我嘅生活模式頂唔頂得順？如果係朝九晚六，需要頻繁出入市區嘅打工仔，可能要認真計一計每日來回多出嘅時間同車費。但係如果工作地點喺新界西，或者工作時間彈性，甚至係家庭主婦，咁影響就相對細啲。叻媽強烈建議大家，如果有機會親身去朗屏站行一次，感受下條路，同時要將購買單車或者電動單車作為解決最後1公里嘅預算同考量。第二個挑戰，未來施工與交通噪音景觀或變樓景。朗豐丸周邊並非一片淨土，佢被環州公營房屋發展用地永寧村及朗屏路環繞。呢意味住兩件事：第一，未來幾年你入伙前後，周邊好大機會會有持續嘅建築工程，帶嚟噪音與塵埃。第二，部分而家向東、東南望到開揚地帶嘅單位，未來景觀可能會被新起嘅樓宇遮擋，變成樓景。關於噪音，我哋唔使一味驚。香港房屋委員會其實有一系列成熟嘅緩解措施。根據房委會資料，喺規劃階段就會考慮採用隔音屏障、建築旗片以及特別設計嘅減音窗或第二代隔音露台。呢款減音窗好犀利，佢唔使完全關死，透過特別設計嘅通風口同吸音物料，就能減音最高達8分貝，同時保持空氣流通。所以揀樓嘅時候，可以特別留意單位嘅朝向同埋樓層，以及樓書會否列明有關嘅隔音設計。向內園或背向主要馬路嘅單位，通常會靜啲。第三個挑戰，大型商場需乘車前往，高端消費選擇唔喺腳下。朗屏商場滿足基本所需，但如果想行大型戲院、品牌專門店或者更多元化嘅餐飲，就要乘車去元朗站一帶嘅 YOHO Mall，即係話放假想奢華一下，依然要計劃行程，唔能夠話落樓就行到。交通便利性、潛在環境滋擾以及消費級數，呢3樣就係你為朗豐丸較低入場費可能需要付出嘅機會成本。冇一個盤係完美嘅，關鍵在於佢嘅缺點係咪你同你家人可以接受同消化嘅。我哋簡單對比下朗豐丸同另外2個熱門嘅特點。先講朗豐丸，核心賣點係成熟社區，即時配套加強細校網，加北部都會區概念，主要考慮交通接駁需時，未來周邊施工，非核心消費需出行，適合重視仔女教育、家庭成員喺新界西工作，能接受接駁交通，着眼長線發展嘅買家。再講啟德啟陽苑，佢係唯一位於九龍市區嘅項目，鄰近港鐵宋皇臺站，交通極其便利，配套頂級，但主要考慮價格最高，平均尺價大約9300蚊，入場費約219萬，競爭必然最激烈，適合預算充足、極度依賴鐵路出行、追求都市核心生活、希望享受現成熟配套嘅買家。最後係將軍澳映輝園，社區發展成熟，自成一角，部分單位面積較大，最高有560尺，主要考慮地理位置相對獨立。出入對交通工具依賴亦都較高，適合中意將軍澳社區環境、需要較大居住空間嘅家庭。選擇邊個，其實係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同埋家庭財務安排。如果大家嘅銀彈充足，且唔能夠忍受任何交通上嘅不便，啟德係不二之選。但係如果預算相對緊絀，願意用少少通勤時間換取更實惠嘅尺價、更寬敞嘅空間，以及壓住一個區域嘅未來，咁朗豐丸就係一個需要大家認真計數、認真考慮嘅理性選擇。佢唔係一個懶人盤，佢需要買家花更多心思去規劃生活動線，但換嚟嘅可能係更高嘅性價比同潛在回報。如果睇到呢度，覺得朗豐丸嘅優點正正擊中自己需要，而缺點又覺得可以克服，咁恭喜你，你已經鎖定目標。跟住落嚟係叻媽送大家嘅實戰錦囊。
第一，親身實測，唔做紙上談兵，一定要揾個週末搭車去朗屏站，親身行一次未來可能每日行嘅路，感受下沿途環境，睇下接駁巴士站嘅人流，計下真實時間。第二，研究樓盤圖則與方位，密切留意房委會公佈嘅正式樓書，對照我剛才講嘅景觀同噪音分析，優先考慮向西北高層，亦即係望山景嘅單位，或面向內園背離朗屏路嘅單位。記住，樓層越高，受地面噪音影響一般越少。第三，細閱售樓說明書嘅發展項目所在位置圖，睇清楚周邊規劃中嘅土地用途，評估未來可能出現嘅建築工程規模同時間。第四，財務規劃要預鬆啲，期間經濟環境、利率都可能變化，計算供款時要做好壓力測試，預留充足緩衝。第五，善用新政策優勢，今期居屋有新優化，6白表比例將改為1:1，綠表中籤機會理論上增加。另外，曾連續2次申請同一計劃而向隅嘅朋友，會獲多一個抽籤號碼，提高中籤機會，睇下自己有冇着數。各位觀眾朋友，今日我哋用咗好長時間，由頭到腳，由好到壞咁審視朗豐苑。我希望傳達俾大家嘅唔單止係資訊，更係一種分析方法同決策心態。買居屋，尤其係買新界區嘅居屋，從來都係一場用時間換空間，用遠見換升值嘅長線投資。朗豐苑正正就係呢類選擇嘅典型代表。佢有眼下睇得到嘅不便，亦有未來可期待嘅紅利。冇人能夠保證北部都會區幾時完全成熟，但可以肯定嘅係，香港嘅發展重心正在向北移。請大家記住，最啱自己嘅樓盤未必係最貴、最方便嗰個，而係最能平衡大家家庭現階段需求、財務能力同未來展望嗰一個。誠實面對自己同家人嘅生活偏好，理性分析優劣，就係安居路上最穩陣嘅智慧。如果覺得今集呢份超詳細嘅朗豐苑體檢報告幫到你，請一定要 share 俾身邊同樣煩惱緊嘅朋友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開返個鐘仔。我係靚媽，我哋 Zoom 閉門分享會見，期待喺業主資訊群組見到大家，祝福大家心明眼亮，揀中心水安樂窩，拜拜。